美國總統特朗普今年第二度威脅要向中國貨品加徵巨額關稅，下個月1日最新關稅係加100%。一日後，特朗普又龜縮了，話唔希望中國陷入衰退，美國想幫中國，而唔係傷害中國。呢句話好假，到底邊個有經濟衰退？要用事實說話。中美只係喺經濟曲線唔同位置，中國已喺谷底回升，美國卻正掛住一條樹藤吊喺懸崖邊，邊個會更傷，甚至粉身碎骨？你哋寫個答案啦。照特朗普思路，中國經濟係慘。國家統計局之前公布咗8月份數據，工業增加值同比成長5.2%，較預測5.6%略低。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只有3.4%，同樣低於預期3.8%。今年1月至8月唔包括農戶固定資產投資增長跌至只有0.5%，據講係2020年以來同期最差。但有關數據同房地產相關產業仍然不振有一定關係。啱啱過咗11假期，內地居民消費增長達2.7%，全民消費額比去年同期多了1080億元人民幣。美國又點呢？特朗普上任後發動大規模關稅戰，通脹已被養成無法馴服的獸，經濟動能差，大小機構都要裁員。有評級機構研究便發現，全美已有22個州陷入咗經濟衰退，即使仲未衰退的加州，失業率亦高達5.5%。如果美國政府真係將中國貨加100%關稅，最後只會自作自受，連去超市都係奢侈行為，買變成買唔起。所以話中國經濟最多係踏慢步，美國經濟卻可能直插無水花。特朗普、Tucker、美國財長貝森特都來放風，話過去幾日中美溝通好好，有咩？我哋睇到係中國各部發言人冇彎腰，不受威逼。睇嚟美國用精神分裂式談判技巧又嚇又砌，已經唔靈了。